后来乡亲过来这件事，热水器来爆炸，发生伫个台东。当时这个妈妈甲2个囡仔当伫个西城区，结果后阳台常常有物件来爆炸，刷来这个热水器就变出着火光甲乌烟。爸爸赶紧摕灭火器来拍火，妈妈抱着囡仔惊吓逃生，卡去闹着。加在一家靠我4个人拢平安，但是这台热水器是新的，动工才拄啊斗好哪会就爆炸咧？讲爱个调查。妈妈抱2个囡仔，坐伫1楼大厅，还阁心惊惊，连衫也拢袂付穿。我囝3个人洗身躯洗到一半，对着紧撞出来，因为因兜的热水器，常常伫暗时大约10点的时阵爆炸导火，惊一个赶紧冲出门外。妈妈因此这脚还阁去崴着伤，消防人员赶紧摕毯仔互因安慰。刚刚啊，碰好要洗澡，我赶快抱孩子出来了。抱孩子哈。先拿灭火器喷了。爸爸嘛赶紧去摕灭火器来灭火，火势才会当控制落来。但是热水器是东港才带换好的，暗时就出代志，互因一家伙也拢惊着。爆炸意外就发生伫台东思维路甲团工路口这栋大楼，经销唔敢大意，入去到厝内一看，这发现热水器是放伫阳台窗仔顶，已经烧甲乌去啊，看袂出原本的模样。详细导火原因，还阁需要厘清。